什么是本尊？一当卡列萨。哦。一当尊大卡列萨。一当是个一些就是新的这个意思，新的。一当现在新郎的那边这个是个告诉人就教育生的那种，做操作的新生的那种教育生的那种，是这个边，他告诉人家，第一个哪里？他先把这样一个当教上的，当家的这个这样进来一当生的意思，因为这他一个。像就是现也当建的宫殿的这个，也当人是没叫他那么干过，而且光他是一的了，那第不这，他先把今年把这那你这上面把这样进来，当就把单不见的这样进来，也当是有意思。一般我们说的本尊在藏文里面叫做仪当，其中这仪就是心的意思。当就是誓言的意思，好像作为我们的归敬或者作为累积资粮之田，立下誓言要修持究竟，心一立下这个誓言要修持究竟，所以说所以以当不一定就是指我们观想的那个本尊，像我们也可以以菩提心作为我们的以当，总而言之，心里头只要立下誓言。对此要修持究竟，就是以当。那现在是也当建议，那现在是不把马头的拔回来，那边自己不定的，那你这上当教的，这不行的事情。他上就是现那么也当建议，那上就是现，这那边这他没信吧的，没记不些，这些公平的当的，他没信吧的，那上就现，还对人家那里没了什么钱。这呢，上去先当教的是有，也当差的。比如说以观世音作为以当，那就是立下誓言，在还没有证得观世音果位之前，我要专注一心来修持。如果以菩提心作为我们的以当，那就是立下誓言，在菩提心还没有修学究竟，尚未达到未生得生，以生长短增长。那我不舍菩提心的修持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刚才讲的月轮，它本身形状是圆的，它的颜色是黄色，像日轮是白色，是这样的观吗？大卫经过的果果热个啥？果果常过的，是当道理肉啊，这个那个。北京可是的，你们点那点上方的来来，明天看不过那去上，明天出去要了，明天出去的嘛，看不过那去，来来都上。出去的三不切，你们经过的高不切，明天热个啥？高不切，你们经过马不切，都是。月轮呢是圆形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月球它是球形，我们这个月轮是扁平的，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曼达盘作为它地基覆盖起来那个样子。月轮是白色，日轮是红色。你是刚才说是六设计的，是新的设计的，新的它就是有的，这那个它给用的，新的做下来，就那。这没想到呢，如年咱们这天气多，土把能干把天没多，把土接了，电脑他嘛他清不清的干也没多，电脑就是现实讲呢，日日做的做出的，来做的做出的，不做的做出的，看的做的，现在做样的是，我们那干嘛的我是。这些都是心去制造出来的，用心去观想所以可以随着自己的意志去想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就好像在镜子里面，可以显现很多的影像，你也不会怕说有所阻挡，会装不下。我们可以观想成扁平状，可以观想成圆形，可以观想成球形，都是心的造作，反正也不是真的。哎呀，呀，他还难干动，他要是不是？
就两个在进度上。再问一个好吧，请大人问题。我们在那个纪念中科巴的日子，我们的生团就是凤山寺哦，每一年都有一个活动，然后都叫我们要发愿哦，我们在迎请弥勒菩萨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发愿说我们将要做弥勒菩萨的心子。可是心子一般来讲只有一个啊，那中大师已经是他的心子，我们还要做他的心子，这是不是有点相违？今日这工作对象啦，没人去公办啦，没人上班就没人家里有的，忙吧，这阵强迫公布，像几天的配方队，强迫公布给谁给多，用我说是，没人家里有啥。接什么接？说说。哦，谁给多用我说是，那你接什么接？可能谁给多恰恰的，谁给多起码都有买的，那都谁给多看到这个人啥。我年龄也不接，反正就么年龄也不接，我是刚刚一个群众的经历，这我是刚刚才知道的，这是都基本是买不买的，这些都装买不下去，他动这毛赶紧的下去。这如今个赛都真的，俺做赛都不干嘛的。俺做人，俺做事都接触了。我们只要好好修多帅百天，将来到了多帅天一起持法广场，都可以成为弥勒菩萨的心子，的上首弟子。因为这心子可以不止一个人啊，他可以有百千万10万。而中国大师做弥勒菩萨的心子，他也不会阻挡我们啊，不可以做弥勒菩萨的心子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弥勒菩萨的心子。一个亲人去了的这亲兄弟的嘛的是，亲兄弟的每家的妻子都是亲弟的嘛的，我当时说他，看这以后呢，就能去呀要的是，能去也干净过嘛的是。一起持法广场并不小啊，不是说好像一个地方只能容纳100人、1000人、10000人，它是因为它是净土的缘故，所以再多的人来都可以容纳得下，啊，不必怕容纳不下。哎呀，他现在就我平时用各个基础的呀没那计较的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有问题以后还可以再提问，大家共同发言。那说今年3月9万的天马罗瓦跟那玛贝玛，这个几次路上走过一个你莫人多世界。
谢谢啊。谢谢。